早前就同大家介紹過先進田徑港隊嘅備戰情況，結果佢哋喺台灣舉行嘅世界壯年運動會可以話係大豐收，取得57金、40銀、30銅，一共127面獎牌。當中香港先進田徑隊入邊3位最年長嘅運動員，82歲嘅溫麗成、91歲嘅南洋佩芳同88歲嘅楊志堅，都分別響佢哋所屬嘅組別奪得銀牌。參加 N70 組別嘅蕭佑明攞到4面獎牌，先響100米攞到銅牌之後，跳遠同3級跳都攞到金牌。而響80米欄，佢就跑出13.73秒，遠遠拋離其他對手，攞到佢今屆嘅第3金啊！之前接受過我哋訪問嘅林俊發就響 M55 組別嘅800米賽事，最後嘅150米發力超前，最終以2分28.77秒率先衝過終點，取得金牌。港隊贏得最驚險嘅一場比賽，可以話係 W60 組別嘅200米，洪嘉怡僅以1%秒力壓俄羅斯選手奪得冠軍。響 W60 組別100米嘅賽事，2位港將都取得獎牌，龍慧蘭以14.65秒奪得冠軍，而洪嘉怡就以15.34秒取得季軍。而龍慧蘭之後都有參加7項全能同4乘100米，同樣攞到金牌啊！至於我哋嘅同事 Tony 崔錦棠都有參加今次嘅賽事，佢向 M55 組別嘅400米欄雖然帶傷上陣，但仍然攞到1面銀牌。而佢之後就更加火拍黃東康、林俊發同蘇德瓊向 N55 組別4乘400米奪得1面銀牌，再一次恭喜一班先進田徑隊嘅成員攞到咁好嘅成績啦！